2002年播出，《爱情白皮书》是许多人青春回忆，由杨丞琳和港星余文乐主演。时隔16年，即将再被翻拍。这次演出毕业后5年故事，演员也重新大洗牌，由张庭湖、王静主演，更找来望传仪饰演女主角的上司，大谈相差18岁的恋情。而杨丞琳趁着开播前夕，也跟新一代的演员分享当时的拍摄点滴。主持人 vs 杨丞琳，新的接棒的这个陈美表现如何？会不会用放大镜来检视她的表现？会用显微镜在台上大开新版陈美王静的玩笑？16年前的女主角杨丞琳现身新版《爱情白皮书》记者会，面对主持人的提问，自己有相当大的感受。艺人杨丞琳，我觉得她有创造出不同的陈美。我觉得我们当时比较贴近漫画的原著，然后跟日剧也做一点点小区隔。但是我觉得新版的《爱情白皮书》又有完全属于自己的风格，所以我觉得是无从比较的。新版《爱情白皮书》，我不只要定居在你的心里，我还要定居在你身边，既可爱又有点任性。王静诠释的陈美有着自我风格，16年前的杨丞琳在剧中反而多了份感性。偶像剧《爱情白皮书》，心想事成，陈美，我来找幸福的原点，你可以告诉我在哪里吗？原本男主角是港星余文乐，现在则变成张庭湖，饰演欧阳挂居，新生代演员接力，压力其实不小。演员王静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忠实观众喜欢以前版本的《爱情白皮书》，我觉得是导演成功，他有把袁成美这个角色创造出不一样的感觉。除了台湾，在日本最近也有经典剧翻拍。日剧《白色巨塔》也是时隔16年再被翻拍，当年唐泽寿明的角色由冈田准一重新诠释，这也是他第一次接演医师角色。今年正好也是小说出版50周年，剧情设定来到现代，会以2019年为舞台背景。台湾和日本不约而同都找来全新阵容，重新诠释经典电视剧，能否突破当年高收视，备受期待。